Hello， 王仔，你喺度做緊乜啦？我諗住攞呢架前七去驗啊！你哋知唔知咩叫做前七呢？因為啲車太舊，老舊機件一運作就會摩擦，發出 chick 咁嘅聲，所以大家就用前七嚟形容好舊、好殘、磨損好嚴重嘅車或者機器。前七背後其實就係我哋今日主題折舊。簡單講，你買一件非流動資產返嚟用得耐就會磨損、老化、過時，所以價值會慢慢跌。譬如買入一架新車27萬，用咗2年後，你估會唔會有人肯用27萬買呢架二手車呢？非流動資產唔會用1年就算，會用好多年，但佢又會一路用一路舊，一路磨損。根據配比原則，即係呢段時間賺到嘅收入，就配返呢段時間應該承擔嘅成本。因此，將非流動資產嘅成本按估計使用年限，用有系統嘅方法分配到每個會計期間，逐年記入費用，去反映耗損嘅程度。呢個過程就稱為折舊。因為土地可以永久存在，唔似車同機器會磨爛，所以土地係唔會折舊。不過要留意，物業會舊、會磨損，所以物業係要折舊嘅。咁折舊點解會出現？通常有3大原因：長期使用造成破爛、損耗或磨損，例如架車開得多，引擎、輪胎、零件都會耗損；型號過時，即係出咗新款、新科技，舊款就算仲用到，都冇咁值錢。營運規模改變而唔夠用，例如公司生意做大咗，原本嗰部機太細部唔夠用，咁舊機價值就會下降。啱啱我哋講咗折舊係乜嘢嚟，同埋點解會出現，依家就講解點樣計每年折舊費用。每逢期末，公司都要為每一類非流動資產計提折舊費用。計提即係計出嚟記入賬。要計算每年折舊費用，你要先揾齊4樣嘢：購置成本，即係你買返嚟嗰刻，總共俾咗幾多錢買呢件非流動資產，亦即係之前較過嘅資本支出，估計使用年限，預計件非流動資產用到幾多年，估計殘值，即係用到年限完咗，賣走嗰陣，估計淨收返幾多。折舊計算方法，用邊種方式去分攤成本？下一集我哋會講解 DSE 考試會考嘅3種折舊方法。歡迎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下次見。搞掂企會財，隨心學，隨心聽。